娃娃 TV 讲台语，各位观众朋友好，我是 Lisa。今仔日我要介绍4句俗语，互大家知。第一句是狗无嫌主人善，狗对主人是上忠心的，伊会因为主人散车，生活困苦就离开。所以这句俗语嘛是咧用来考劝人讲，唔通弃嫌家己的爸母散车，也是家己参与的团体歹。爸母栽培囝儿是世心血拢是同款的，唔若袂使嫌，搁较爱报效。第二句俗语是工苦头，开活尾。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咧讲，万事起头难，做任何代志拄开始的时阵总是上困难的，毋过若会当坚持落去，后壁就会愈来愈顺，愈来愈好。有动头的人就会当享受到甘甜的成果。第三句俗语是毋通看猫的无点，猫嘛会当讲是猫仔面。猫仔面的人就是咧讲伊规面全起甲疤，啊若点嘛有点数、分数的意思。所以就是咧讲，猫仔面的人就已经规面拢是一点一点的起甲疤，你搁看伊无点，其实就是咧讲莫看人无起的意思啦。最后一句俗语是耳仔生两晓，家己看袂到。咱人的耳仔生伫咱面的两边边啊，毋过咱若是无照镜，是看袂到家己的耳仔的。所以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咧讲，咱人有真侪缺点是家己看袂到的，毋若看袂到，搁袂晓反省，颠倒搁去批评别人。安尼这4句俗语，大家敢拢学会晓啊？刷落来，咱来看伫生活当中会当安怎运用。Lisa， 恁哪会面臭臭坐伫遮？煞毋知着咱班迄个阿德，伊笑我即摆考试考上尾名啦。这个阿德吼，真正是耳仔生两晓，家己看袂到，明明就加你1分尔，搁加甲你笑哦。是啊，而且伊搁甲我顶讲，伊歇热要去美国佚佗呢，害我有够心酸呢。阮兜拢无钱，会当互我出国去佚佗。哎哟，你莫插伊啦！人讲狗无嫌主人善，恁爸母虽然无钱通带你出国去佚佗，毋过嘛真用心咧甲你栽培啊。是啊，所以我决定啊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拍拼读册。人讲工苦头，开活尾，安尼以后我才有钱会当带阮爸母出国去佚佗。有理想真好，毋过你敢做会到？你毋通看猫的无点哦。我只要肯拍拼，无啥物代志是我做袂到的。好，我是 Lisa， 今仔日这4句俗语，大家敢拢学会晓啊？啊，你若是有介意我的影片，莫即摆试赞，搁来分享出去，也要电话观众朋友，时时啊电话来拍拍位啊铃啊，安尼才能收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到follow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